在八一应该去哪儿玩呢？其实八一哪儿都好。巴宜作为旅游胜地，有很多美景，卡丁沟、鲁朗、做母吉日、本日景区等。八一市区肯定得来。在八一市区呢，你可以看看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、千年核桃树、世界柏树网等。在夏天呢，你可以去伊舍庄园、工布公园等看美丽的花。稍微远一点呢，你可以去卡丁沟、措姆吉日、鲁朗等。但是冬季去鲁朗，请多注意安全，路面会结冰哦。如果你在八一玩累了，想吃点什么的话，我们这边也是有很多美食的，像是藏面、甜茶、石锅鸡、藏香猪、藏式火锅等。晚上在八一，你还可以体验锅庄舞哦。藏韵江南，幸福巴宜。